后来继续来看劳动部动力发展署伫个中中投的分署，最近推出的这支宣传的影片引发着争议。这个影片内底有7个姑娘啊，穿着短裤、露肚脐，来模仿着韩国的女团在跳舞，上主要是要宣传青年就业的政策。这支影片有人肯定，有人惊叹，嘛有人讲安尼真无妥当。 青年就业，冲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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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就业奖励，赞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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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正是2020最新的韩国团体，跳的人、看的人，拢有淡薄仔辛苦。赞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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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还有训练，叭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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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也有荒谬感觉，有点蛮没有记忆点的歌，感觉跳舞的人好像也没有很快乐的感觉，有点被强迫进去的感觉。 这是劳动部动力发展署中中投分署7位跳舞的人，学韩国团体伫工厂内面唱歌兼跳舞，宣传青年的训练甲就业。练得蛮认真的，还蛮整齐的。对，所以有通过你这一关，对不对？对。 有人认同，有人无法接受。动力发展署表示讲，这支宣传影片预算5万块，7个跳舞的人有6个拢是同仁，敢若甲老师学半工尔就上场啊。周末礼拜6的时间，早上大家稍微有练了一下，然后那同仁们他们也愿意就是出来就挑战自己嘛，然后也一方面就是也鼓励其他青年就是多去运用一些就业服务。因为有不少网友有意见，影片只好先回收。这个影片有效果还是无效果，在人看的尚无有诚意。